站住！你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他！好，我不上前，你别动他。这位大哥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你为什么要杀我的龙小弟啊？你不用管我是谁。若要让我放了他，就拿你自己的命来换。老大，你快跑吧，别管我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闭嘴，别说话。这位大哥，你是哪条道上的呀？不妨说出来听听嘛。你想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的。我要的不是钱。现在，你和他只能活一个，你们谁死谁活，你自己选。老大，你快跑！你跑了我还能有救，要不然……哎，你别掐他！不是，这位大哥，咱们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一上来就生死相逼呢？你是不是想要钱啊？你想要多少？你告诉我，我肯定会给你的。休再啰嗦，我要的不是钱，你和他只能活一个，谁死谁活，你赶紧选。我没办法选，我们两个曾经对着月亮发过誓，是一辈子的好兄弟，要同生共死。要么你就放过他，要么你就把我们两个全杀了吧。你真的愿意和他一起死？龙小弟，繁华，爱已来，春风沙，恨不过。你还我龙小弟！你还我龙小弟！你还我龙小弟！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朱哥哥，朱哥哥怎么是你啊？你不打了？对不起啊，朱哥哥，我不知道是，对不起，朱哥哥。欢梅，如果我真的杀了他，你会杀了我？我怎么可能会伤害你呢？正如你不会伤害我一样啊。但你却会自杀，以身殉情，是吗？你想听我说实话吗？朱哥哥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不会为了任何一个人轻生。但如果有一天，你光复大明成功，你杀了龙小弟，我不可能成为你的皇后，我会隐居乡间，一个人生活。但是如果你光复大明失败了，龙小弟他要杀你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去拯救你。若没有救下你，我也不会去做他的妃子，我也会隐居民间，直到孤独终老。那如果我光复大明成功了，我留下了康熙的性命，你可愿意做我的皇后？算了，我不逼你了，我不想看你为难的样子。如果那个时候光复大明真的成功了，我也听凭你的意愿，绝不勉强。
你这次出走，是不想夹在我跟康熙之间，左右为难，是吗？但你还是放不下他，否则，以他那点追踪的本事，他不可能一直跟得上你。你怎么知道他追踪？难道你也一路在跟着我？你这次出走，大家都很担心你。对不起，朱哥哥，我错了。别说了，听我的话，赶紧回去吧。我答应你，如果我光复大明成功了，我不杀康熙。至于到那个时候，你还愿不愿意嫁给我，都听凭你的本心，我绝不勉强你。但是，如果我光复大明失败了，我被他杀了，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我不想看到你一个人孤独终老。如果那个时候，康熙还愿意不计前嫌接受你，你就放下一切过往，从了他。老大，我们还活着吗？还是都死了？俗话说得好啊，好人命不长，坏人活千年。你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死啊？我有点晕，你先让我躺一会儿。起开，别再装了啊！不是，哎，老大，谁救了我们呀？谁救了你？当然是老大我了。不可能吧？那个黑衣人的武功，你根本就比不上。我在他手底下，最多也就过3招，你最多10招了。不能智取啊！我打不过他，我想招啊，我聪明啊，我在我手上抹毒，我跟他过招的时候，把毒药趁机抹在他手上，结果他就中毒了。所以啊，他为了换取解药，就把我们2个放了。现在指不定在哪个地方运功排毒呢。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信了。论你这旁门外道啊，我老大绝对是天下第一。老大，你又救了我一回，你要怎么感谢你啊？别缠着我就行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你还没玩够啊？老大，我知道你是觉得我听信了宫里的谣言，所以才生我的气，是不是？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听信谣言了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不仅是你的龙小弟，我还是真龙天子，金口玉言的。那我也不想再回到那个大鸟笼子里了。你不回是吧？你不回别怪我赖账啊。赖什么账啊？在山西的时候，我可是欠了你一大笔账。我的利息可高了，你还得起吗？老大，你可不要趁火打劫啊！趁火打劫？全天下哪有你这个皇上厉害？大明内乱，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大明的整个江山，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，想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可你们呢？朝中权贵搞起了圈地，各地的官吏设置了各种关卡，变相的收取各种赋税，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，一本万利的勾当呢！我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龙小弟，
其实这就是我要的利息。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：消除贵族特权，割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个利息我一定还。你就不想监督着我把这笔账给还了？皇上果然是天底下最无赖的人。皇上，奴才恭请皇上回宫。老大，你要是现在不跟我回去的话，那我就在外边待着了。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算你狠！起驾，回宫。这。